揾退休養老自住嘅筍盤嘅各位港澳街坊朋友仔，呢啲就真係筍啦！有山又有水，現樓現證，唔使怕爛尾，入住咗噶啦。50零萬買3房，60零萬買4房，全屋精裝修好俾你，有埋家私電器拎包入住，有埋屋苑直通巴士，直達翻關口，同埋香港嘅荃灣太子嘅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上去睇下。上到嚟實體樓啦，108方大4房，南北對流雙露台。當下最熱門嘅戶型，生活露台都望翻咁靚嘅 view， 樓間區亦都夠闊，有埋會所、泳池同埋球場嘅，6到8人嘅餐台位，U 字型廚房。呢邊呢就客廳位啦，門口入嚟先送你一間書房，做個創意空間冇問題嘅。咁呢邊呢就係景觀露台啦，可以望翻而家喺翻3樓實體樓嘅，望出去成個別墅區景觀，視野開闊，冇遮擋啦。樓間區亦都好闊嘅，採光通風，自己睇啦吓，南北對流通風絕對唔差。入邊仲有3間房，咁成個屋苑已經全部現樓嘅狀態噶啦。有埋生鮮超市啦，基礎嘅生活配套設施，屋苑入邊就已經可以滿足晒。有埋港澳直通巴士，直達翻香港嘅荃灣太子同埋關口嘅。咁 total 60零個，如果係精裝嘅話呢，去到70零個噶，全部贈送翻家私電器俾到你，仲有埋車位贈送嘅，清水樓同埋精裝任你選擇嘅。有興趣港澳街坊朋友，快啲 call 我睇樓啦！